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一个36岁姓苏的查某人，伫母亲节迄天哦，带2个囡仔到新北市中和的一间汽车旅馆，可能是啉酒甲食毒，情绪失控，用枕头挟死2个囡仔。当朋友发现哦，赶紧去报案。警方是表示，目前排除有其他的人涉案，详细死因搁会调查。互警方带走逃离无讲话，伊就是真凶杀害2个亲生囡仔36岁姓苏的查某人。昨下晡，警车到新北市中和区一间汽车旅馆，由封锁线，因为2个囡仔被人发现死伫房间内。姓苏的查某人母亲节这一天带6岁后生甲9岁查某囝带入去，讲是生活压力大，疑似伫食酒甲其他饮了后，情绪一时失控，用枕头挟死家弟啊！伊伫甲朋友送食物件，才发现赶紧报案。目前呢，现场是排除有母亲以外的其他人有进出的状况。那相关的死因，那我们目前在查证当中，也会后续会报请地检署来做刑事相验。囡仔阿公警方查咧进入命案现场指认，人伦悲剧，毋那是家属心痛。小市团队学校遮伫读的学校师长也拢唔甘，后向伊协助去班级辅导。孩子很喜欢画画，那平常在班上也人缘也很好，蛮乖巧的。老师知道之后，其实老师非常伤心的，就是真的也是泪流满面。学校伫代志发生进前都已经通报，家底2人是脆弱家庭。社会局启动关怀机制，定期访视，确定2人拢稳定读册。最近一摆面谈是伫5月7日，这2天是妈妈去学校请假。这个家庭并没有儿童虐待的通报，这2天是由妈妈协助2名未成年儿少请假。警方表示，因为姓苏查某人精神状况无稳定，现早起才会继续问调查清楚案情。2个囡仔真正死因，还佫等详验的结果出来。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哦，今仔日东北季风淡薄减弱，也毋过天气嘛是搁较凉冷哦。咱来看温度，今仔透早台湾上低温是佳人的7度，14.5度，也毋过哦，日头出来了后，温度就较悬寡。北部佮东部应该是到27度到29度，中南部嘛到30度到31度，也毋过哦，早暗嘛是较凉冷。今仔各地水气拢较少，大部分的所在哦，拢是多云好天的天气，是真稳定哦。只有东部地区会落淡薄仔雨，过到北部佮中南部的山区，卖落雷公雨。那提醒观众朋友哦，明仔载阁有一阵东北季风会影响台湾，天气哦会阁较凉冷，北部上低温哦，恐惊只有17度尔。再来看大高线大清水民崩坑，进前因为4月初3的大地震，崩山崩甲真严重哦。目前道路是搁在抢修，昨早起11点的附近，因为处理更崩的时哦，火柱啊落伫链仔顶头着火，火烧7点钟才拍花，路是到暗时的6点45分才恢复通行。现在南下的车子已经通车了，南下的车子已经通车了。现在的车子一直陆陆续续往花莲的方向。中华公路大清水民崩坑顶悬，昨早起10点55分左右，疑似因为施工火车引起火灾，现场风势大，造成火势。消防员拍火将近7点钟，空勤也加入拍火。苏花公路确定安全无问题了后，第一站暗时6点45分放车过去。像是04、03地震的时候，那个泥隧道有被砸掉一个洞，我们现在是正在做修复。钢筋切除的时候，那有一些火花，那个火花有喷到那个废轮胎那边，那不慎就引起火灾。因为现场为泥隧道的上方接近不易，而且是上面的防护的轮胎在燃烧啊，所以我们现在持续在调我们现在的泡沫桶来全面的来抢救。火势拖到正尾，消防人员用南北2边向中来拍火，不过因为地形险峻，花莲县消防局申请空中野水抢救，空勤总队第一站下晡5点05分派乌鹰直升机执行拍火任务。乌鹰直升机2摆灌水导致4桶水了后，伫暗时6点完成任务。大清水民崩坑因为控诉控3强烈地动引起石头连来崩去，造成顶崩破去。
这段时间一直咧抢修，14早起伫测度停放更紧的时阵，无设置引导防止石头连落来废车链，加地速大火，火灾发生了后，封闭双向人车通行，也塞车差不多3公里。我们11点就到这边了，想说12点放，结果才知道那边清水那边发生火灾，蛮长的，后面已经看不到尾巴了，你看看。哇，都是哈。昨暗时6点45分，恢复通车了后，后勤管制站甲中地管制站南北轮流放车行，车全部消化完了后，搁进行暗暝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报纸新闻，咱先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关公署公布，今年头一季旅馆业务有7697万人次的旅客，平均一暗的计销是3135块，比去年同期起3.4%。3000外间的饭店有8成的计销其实拢无到3000块，这嘛显示讲咱国旅馆市场有分众化的趋势，有高级的嘛有一般大众会当接受的计销。再来看联合报哦，卫生福利部国建署将移个人工程式法的草案，要让代理孕母合法不孕症的异性恋的翁仔某跟男同志的卡布拢会当申请哦。独身的女性佮有女同志的卡布嘛适用。若此草案完成审讨，台湾就会成做亚洲头一个中央立法代孕合法的国家。再来看《中国时报》，针对健保债务的问题，健保署长赵忠良表示讲，为了公平哦，应该爱思考补偿保费的费率，有能力的人哦，应该爱加高挂，按算520以后会来做实际讨论。再来看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5月27号伫瑞士举办，咱台湾嘛已经连续8档拢无收到邀请。卫生福利部是表示讲，新的部长邱泰源同款会带团去交流，嘛望讲国际上甲咱关系较好的国家会当斗出声，为咱台湾来争取观察员的身份。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A 要伫5月17伫瑞士日内瓦举行，13是 WHA 注册日期上尾一天。不过，就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鼓励甲支持，台湾已经连续8年无收到邀请批，中国阁无暗砍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讲无经过中央政府同意，台湾无权参加，阁批评民进党政府以为无度。外交工作是我国的主权行使，他国无从置喙。参与国际社会是我国身为国际成员的权利，从来不是寄望中国的善意，更无需对岸的同意，也不会在对岸打压下屈服。由邱部长来带着行动团过去日内瓦，就是跟国际社会再表达一下，应该把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还有WHO观察员的声音。卫福部表示，世卫行动团会伫日内瓦举办2场全球性论坛，继续向世界展现台湾工会贡献。面对中国一直咧打压的动作，南非希望新政府应找到两化新的交流模式。立委是直接表示，台湾会继续展现工会软实力。不管是打压，不管是竞争，不管是这个相关的一个互动，我想都持续。但是怎么样的接球，我想这就是新的政府应该要以新的民意来去跟对岸做交流。我们在场外，我们依旧能够展现台湾医疗健康政策的国家软实力，重要的国际参与，台湾绝对不会缺席。台湾虽然今年依然无受邀请，不过有期 WHA 伫5月17讨论台湾申请加入世卫观察员的相关的代志。卫福部表示，行动团会提早到日内瓦甲理念同款的国家进行双边论坛，希望友好国家为台湾加入观察员来发声。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政府搁再公布新内阁，淡水边的朱地兵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英成会接任国安会执行委员，民进党的前副秘书长林飞环会接任国安会副秘书长。另外，520就职台顶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讲，伊的行程拢已经安排好势了，所以是无时间去参加总统就职。准总统罗清德520要就职，台中市长罗秀燕已经向市会总执行请假，台中市长张善政也确定要参加。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目前用行程将无闲来负责。就职典礼集合市长恐惊6欠戏，不过侯友宜会参加新内阁第一摆行政议会。每个人在行程的安排上，就算有所不同，能不能参加，我们对政府新的团队
我们都给予祝福跟高度的期待。上一任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我有亲自参加。那这一任赖清德总统呢，我也会亲自参加。其他那些县市长、花莲县长徐振辉用地动了后中间公布为主，我一空可能袂参加。台南县长就肯定是讲会努力排出时间。那目前因为520市值会议开议期间，那我们现在要把一些行程能够看能不能调开哦，我们会试着努力。花莲正逢04、03的大地震，有相当多的工作。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一定去；但是如果地方上的行程太多，应该没有参加。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证实已经收到邀请批，传出亚东市收到电文餐，提告妨害名誉自诉函的诉讼，是不是参加我一空就职，有缘无讲。电文餐表示，那朱立伦愿意参加，为政治祸害愿意提告。林涛有对这个媒体表示，他说，因为有一个这个涉及这个妨碍名誉跟诽谤的官司，撤告的话，他们会出席520。我说，如果要以这个为条件的话，那当然我就撤告。内政府星期4人事报告出来，除了总统府副秘书长张宗涵留任，经立会何志伟也要出任副秘书长。副防换人是竞选换人郭家辉，加民进党换人李文接任。管会主委人事接南国族推手黄曙光留任。边条大将前总统府副秘书长王永成也等来梁秀环会接管会副秘书长。对新职部何志伟干的声明回应会全力以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年3月的时候，金门有钓鱼的民众跋落海里，和中国的海警船救起来，其中有1个人因为有军人的身份，到达人个压伫中国。金防部证实讲，家属经替伊来办申请退伍，希望讲无军人的身份了后，中国方面会当赶紧甲人放回来。我们想说可以用让他说已经不是军人的身份让他用百姓的身份看能不能早点让他回来家属希望中国赶紧把人送到回来。3月发生2个金门钓鱼的人出海失联，被中国海警船救起。姓吴钓鱼的人已经送到回来，不过姓吴因为阿兵哥的身份，到即马无下落。即马军方证实家属主动申请志愿退伍，5月7日已经有效。无视透由家属主动申请自愿退伍，基于尊重个人及家属意愿，叶凤核定于113年5月8日临时退伍生效。他有个家庭要养，然后小孩子跟太太也都想也能够早一点回来，就是人也求啦，心也爱求啦。2017年嘛，捌发生伫金门做兵4党的查甫人休假出海钓鱼，渔船沉去，人互中国救回来厦门，由金门红12会接到回来。2023年3月，金防部2大守备队4弹的士兵离营失联，互厦门海警救起来。国防部判定逃兵，金防嘛发布通缉，不过伊到即嘛还未倒回来。对于军人钓鱼的人已经退伍有效，金防部讲会持续透过县政府单位协调，希望中国赶紧放人。如果确实能够在520之前让这位军人赶快回来的话，我觉得起码对新的赖政府应该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意。学者分析，军人的身份互对方救起来，往往会变做政治敏感事件。希望中国以海上救护合作理念，尤其是伫5日抗战前，军人敏感的身份用退伍来解脱，等于是家求等候对方。望伫5日抗战前，中国会当释出善意，甲人送到回来，也有助两方局势小可会当缓解。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路透社报道讲，咱台湾的海军跟美军顶个月有伫西太平洋秘密海上演习双方大概是有6架军舰参加演习。咱的国防部是强调讲，双方是无事前安排，是拄好去拄着，按照惯例来进行操演。台美军事的交流各方表出来，路透社讲，咱国的海军和美方4月伫西太平洋进行无公开的海上演习，台美拢总有6架舰艇，包括护卫舰、补给舰和支援船来参与，也能加油补给、通讯等等。国防部则是证实海军则无有机小岛的行动准则执行相关操演。海上的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那么为了避免在遭遇的时候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干扰，海上不预期相遇的一个行动准则。
来依照这个规定来执行一些这个例行的这种操演跟演练。美国海军跟周边的盟国都建立了 CUES 嘛，那如果说我们跟美国海军建立这样 CUES 呢，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可能有一些就有其他进行联合演习等等相关机会，因为双方有彼此之间有一个互通的这样联系等等这样子的方式。对台美军舰在海上这么拄好拄到，学者分析过去是定听到，但是这摆是外国媒体主动公开，一个是展现台美的关系升温，另外一个是透过做伙演习，互相更加打磨，帮助台湾进一步争取参加多国联合军演的机会，各更加强和美方的军事合作，应对中国侵关台海情势。中国台湾1109舰，我是157舰，请注意你的位置，向东调整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中国空5日地区着南地水南11时出现伫澎湖4个里亚的海域，海军派出长现军南港控诉对方警告要注意家己的位，国防部批评起无空对区域的和平稳定无帮助。另外，国军的电脑兵推4月底结束，今年是增加到8天7暝。嘛，甲俄罗战争以下冲突的经验、认知战、无对称的作战拢放入来，嘛，第一摆加入中国军种汇论的威胁。本次的整个成效主要是提升了整个联战指挥机制运作的能力。及指挥官指挥决策、参谋的判断和计划作为能力。针对国际关心5日抗台海情势变化，驻美代表二代雷讲，陆清德连两岸国际关系拢遵循蔡总统的路线，台湾不是麻烦的制造者，未宣布独立，嘛未制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少数的国会昨通过正争议的境外影响力法。反对的人讲这根本是罗西亚法，会威胁到公民的自由，所以因伫街头已经抗议几啊礼拜咯。昨伫国会外口嘛发生真严重的警民冲突。听到国会内底境外影响力法案80时对33度通过，上期的示威群众用要冲破大门，甲镇暴警察发生严重冲突。附近主要道路也互抗人士封锁，批评人士讲这法案是俄罗斯法，会用来威胁公民自由。Putin or those Russian-funded government officials sitting in the parliament think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the ones to take our freedom away from us. 就是国会审议这法案过程中，执政党甲反对党相拍甲真厉害，反对派认为这法案被看作是国家路线走向侵华，而且和去年12月提到欧盟候选国身份的乔治亚走向欧盟正式成员国之路更加歹行。尤其欧盟早就示警，境外影响力法案和支付亲俄政界的政党乔治亚之邦起草，国会由乔治亚之邦甲革命政党背持。უცხოური გავლენის გამჭვირვალობის შესახებ კანონის მიღება ქმნის მტკიცე გარანტიებს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ში გრძელვადიანი მშვიდობისა და სიმშვიდის უზრუნველსაყოფად და ეგრეთ წოდებული პოლარიზაციის დასაძლევად, რაც საქართველოს ევროკავშირის ინტეგრაციის აუცილებელი პირობაა. 中国反对派乔治亚总统佐拉比契维利已经表示，就算法案通过，也会否决。不过，乔治亚总统无实权总理政府，而且执政党国会优势也应推翻伊的否决。境外影响力是指要求为海外得到20%以上资金的组织，按注册做外国代理人，各受司法部监控，而且可能被逼到错边间资讯。若无，会面临25000乔治亚拉里，相当代表30万的罚款。公司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拍算讲要对中国的产品，包括电动车、半导体、太阳能、医疗用品等物件的进口来扣重税。有消息是指出讲，针对中国电动车的关税，可能会扣到100%。设在密西根州利沃尼亚的一间汽车测试和降低成本的咨询业者 CareSoft Global 是透过设在中国的办事处，买一台比亚迪海豪车款的电动车，甲伊拆解分析佮做测试。要伫同样汽车公司做总工程师的沃伊乔斯基讲，这款车是向美国汽车业挑战的一个信号。美国的汽车业伫设计低成本的电动汽车这方面，其实是落后中国真侪年。Because they're so highly vertically integrated at their labor rates, in their process, in their environment, a tremendous cost advantage. And so that's why they're bringing forward a vehicle priced in this $11,000 range.
比亚迪这款小型价值较低电动汽车，驾驶性能是真好。同款工价车款伫美国卖，继续是比伊悬3倍。比亚迪已经伫加州是有设生产电动巴士的工厂，而且一直伫墨西哥找适合设厂的地点，伊利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利便，让产品免关税销去美国市场。为了阻止中国电动车的入侵，美国政府除了是一直甲墨西哥当局施压，地政人士嘛讲，拜登说落来会对中国电动车扣8%的关税。今年到第一季为止，中国销去美国的电动车，敢若Volvo和吉利汽车合作成立的极星和 Polestar， 数量伫2217台。极星的执行长英格拉斯顶个月向路透社讲，因计划要提高产量，销去海外的市场，目标设定欧洲占40%，美国30%，另外伫亚太地区的部分是占30%。根据了解，14就要公布的新一波的关税，佫会保留川普政府的时期对价值3600亿美金的商品扣的定发性关税。除了电动车以外，项目佫锁定半导体、太阳能板、医疗用品这关键产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美国的 OpenAI 发布上新的生成式 AI 模型哦，机器人甲咱人开讲哦，唔但有影像、有表情，讲话嘛真有感情哦。人工智慧发展了真紧，嘛互社会是真烦恼。之前 INF 国际货币基金的总裁就警告讲哦 ，AI 恐惊会取代咱人60成的工课。美国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13发布性能甲效率更较好的 AI 技术 GPT-4o， 这项技术一款 OpenAI 研发的生成式 AI 工具 ChatGPT， 伫文字、影像甲音讯等方面，力量拢有提悬。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somebody. Well, hello there, cutie. What's your name, little fluffball? 成功判读影像展现有精髓武器，是模型较针对开讲自然个流量，应在反应也互人真哑巴。Can you give me feedback on my breaths? Okay, here I go. Whoa, slow a bit there. Mark, you're not a vacuum cleaner. OpenAI 选择 Google 生成式 AI 开讲机器人 Gemini 出来前一天发布 GPT-4o， 竞争意识真高。美国科技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 Claude 是进军欧洲公营理解德国会、法国会等真一种欧洲的会，用甲当地使用者对话。不过科技公司正大生成式 AI 霸权，人工智慧发展真紧也带来温休。国际货币基金总裁乔治爱华进前就指出，人工智慧亲像海洋同款冲击劳动市场，未来2年内会影响先进经济体6成的工作机会，甲全球4成的工作。美国有艺术家、音乐工作者控告 AI 侵权，包含纽约时报在内。全美国有8间媒体4月底提告 OpenAI 甲微软，无经过许可撤出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用来训练 AI 开讲机器人。公司新闻勇敢编译。今仔国际上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点台湾来看世界哦。首先来看美国甲中国总伫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人工智慧政府对话头一届会议哦，将对人工智慧的技术甲风险来交换意见。另外，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最近提案要主张授权美国管制 AI 跟国安相关的新科技出口到敌对的国家。再来看执政20党的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今仔要甲总理交接互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顺财。黄顺财嘛，真做是新加坡1965年独立以来第4位领导人。李显龙未来会担任内阁的国务资政，协助新总理来交接。再来看法国西北部都市卢昂，一台载人犯的车昨早起受到攻击，目前知影有2个警察殉职，都有3个警官重伤哦。车顶有1个犯人，跟攻击者驶车逃走，警方嘛出动几啊百个警察，跟宪兵等个抓人。咱继续来看上场平台 Uber Eats 宣布讲要用美金9亿5000万，甲咱台湾的Foodpanda买起来哦。上计明年的顶半年会完成并购，也毋过哦，这可能有高占市场的问题，所以这项协议哦，要个经过公平交易委员会审查。无想要出门买食物，未少人会请外送平台到3角送。今日世界因看到外送员的身影，不过外送平台 Uber Eats 14对外宣布要用9.5亿美金并购Foodpanda台湾外送事业。我想跟大家分享 ，Uber Eats 已经取得并购 Foodpanda
台湾的协议。我们希望于2025年有机会能获得此并购的核准。这项交易还要经过公平交易委员会等主管机关的审核通过。在审核完成之前 ，Foodpanda 所有的服务皆维持不变。Foodpanda 强调，伫并购协议审核完成进前，所有服务拢未改变。推算分析，这两间外送业者伫全台合作的店 ，Foodpanda 超过10万间，Uber Eats是7万间左右。消费者上侪人用 Foodpanda 外送，市场关心若并购案成立，是不是造成外送费用变贵，影响外送员的生活？担心说他的福利以及工资以及报酬的方面受到影响，可能外送平台原本愿意加码的状况之下，变成不愿意加码，或者他直接做砍工资的状况。如果只有一家独大，那就变成他们说了算，毕竟做生意啦。公平会指出，这两间外送平台伫台湾差不多8成市占率。并购案爱送到公平会做竞争审查，为避免出现垄断行为，结合了外送平台市占率，甲是毋是联合定价一致性行为，拢要特别考虑。结合后的那个市场集中度的改变情况，事业在结合后是不是有能力去涨价？涨价的幅度到底高不高？如果同时呢外送费去做一些调整的动作的话，那两家无法去产生所谓的互相制衡，除非本土品牌呢也能够去提出例如说相当的规模或者是一定的成长空间，那这个时候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才会觉得比较平衡。公平会表示，目前还未收到外送平台并购案，不过必要时阵无排除举办公听会或者是座谈会，听各方意见。记者综合报道。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昨3读通过哦，针对罚金1200块以下有5项较轻违规案件哦，是开放检举，上紧6月实施。这5项会使检举的，包括是桥倒摆、无戴安全帽啊、停车停电倒柄哦、伫人行道违规停车、占用新庄的车位。也毋过，除非是互警察当场抓到开单，若无原则上哦是袂去记点。再来看高雄的高山中华桥，伫2022年，捌有南马控的车哦，并且落落去桥卡的死亡车祸。市政府后来伫桥顶哦，设2支摄影机去掠超速，也毋过哦，最近有人发现讲哦，这2支摄影机根本无过灯哦，毋捌用过。交通队是表示讲，已经处分相关的人员，随后来接灯来进行处理。有一台南马空车为3站楼悬的中华路桥桥顶摔落来，造成驾驶死亡。这件严重的车祸发生伫2022年。事故过后，中华路桥南北边市府拢有装测速翕相机，限速40。不过，民众最近才发现，这个机器已经设一档5个月拢无接电。民众表示讲，测速翕相机确实有威胁的作用，不过无通电是较罕过。所以讲，伊照一个测速照相机，也是有好处作用，不过真正是爱通电，所以翕是较好啦。自动我会去减速，而且它路面也有那个凹凸不平的那一种不平的路，让我自动也会去减速。根据交通大队调查，台电伫去年的8月到10月已经完成2台翕相机的通电程序，实施工厂商无沟通好势，警方嘛无追踪进度。交通大队承认是因监督无周全，已经处罚申办人员。中华路桥翕相设备也未通电，那初步了解是因为厂商沟通有落差所影响。本大队监督不周，会检讨改进。交通大队表示讲，2022年事故了后，有伫涂骹未减速的测试飘散，到达车祸有降50%。目前已经通知台电，这2台测速翕相机会伫15通电使用，量早互机器发挥功能。记者钟义辉、柯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台中大教一个高职的英文老师哦，伊想要鼓励学生囡仔读册，也毋过煞甲学生囡仔讲哦，若无认真，大汉会真做低收入户。落尾这老师嘛讲哦，若是有低收入户的学生听了眼热，下课会当去找伊愿意回室的。教育局嘛表示讲，已经对这间学校各有老师提出警告了。老师咧上英文课，毋过讲这种话，互听到的学生囡仔真意外。大理公司。我好好学习的话，我这一点20点收入。这个话一个出来，学生真不满，因为班里真正有低收入户的同学，有同学看袂落去表达抗议，老师煞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失礼。但我跟你说，我现在讲了，既然班上没有这种人的话，就有。我会先代表学校来跟
学生说一声很抱歉。这个我相信老师是出于这个激励的角度，但是老师肯定他不是恶意的啦。袂少学生反映，这种的话语有针对性、甲轻视的意思。校方嘛出来表示，这个老师伫课堂是表达鼓励学生的意思，确实用词无够精准。事后追查，这个班级有3个低收入户的学生，也有一个中低收入户的学生。对小孩子的心理跟父母一定会觉得，这样子很不公平。我觉得这样标签化也不太好，这样久了之后，对低收入户也会越来越没有信心。民众认为，是毋是会晓读册甲低收入户根本无关系，而且各县市的低收入户标准嘛无共。以台中市来讲，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到每一家伙的人口，每个月无超过15518块，不动产规家伙合计无超过366万。动产的部分，规家伙平均每年每人无超过8万，都符合低收入户的资格。对老师用词，台中市教育局已经要求学校要正式检讨。针对该名教师上课时使用不恰当言语，学校已经严正告诫老师。该名老师对于此事感到相当的懊悔。他不知道他自己讲出这样子歧视语言后面的影响是全班，不是单一个个案。人本基金会认为，教育现场都不应该出现这种用语。校方嘛表示，会请当事学生甲老师当面沟通，若做无法度和解，就会进一步召开校事会议。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北市有一个家长指控讲伊的读国小有自闭症的囡仔，互老师霸凌，怀囡仔超1万字，佮不准伊去户外教学。学校是表示讲会来调查教育局讲，若属是事实会重罚。高高一沓纸全部拢是学生发写的字，一个家长出面控诉，新北市三峡一间国小6年的导师，为去年12月开始，就用各种原因要求囡仔发写，已经超过1万字。我们并没有以特教生去要求老师，但是你也看到这些罚单，太离谱了，1万多个字，在10几天你就要他全部完成。正常小朋友不要说，大人都难以完成，老师是不是太苛刻了？家长表示，4月初，佮因为老师讲发写字成过老草，就擅自为囡仔签暑假，不准伊参加户外教学，连家长拢唔知影。原本就因为自闭症较敏感的囡仔，几啊天拢靠咧困。教育局已要求学校依法调查，倘若属实，必定严惩，绝不宽待。另外，移送收集进行裁罚。新北教育局表示，若是事实，会要求学校展开调查。不过5月初7，学校代表甲家长因为无共识，开会无成功。即马学校函请教育局来协助调查。我们就听闻到局里面去，然后请局里面给我们3到5倍的专家学者，或者是特教专长的专家，由外面的人来做调查，这样子可能会对这件事情比较公正的处理。家长表示，老师透过学务主任转达是误会，愿意沟通，定就减少发写量。不过，这互家长更较生气。目前案件已经进入调查程序当中，家长敢若希望真相赶紧出来，幸福囡仔平静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公园最近为着要处理河水渗到的树仔，煞甲附近的樱花树拢撤掉哦。有几间是将怨叹讲其中有一丛是用8冬的时间接机种的日本樱花，伊真正是真唔甘哦。市政府是强调讲，未来要撤树仔进程会先来甲社区沟通。看到辛辛苦苦种8年才接机成功的樱花树，即马变成这款模样，几间心肝内实在真唔甘。慢慢培育，慢慢培育，然后开花结果。结果他因为要记住要移除树，然后就把我们的樱花把它锯掉了。但年离过时，新竹公园拢吸引不少游客来这看樱花。最近市府因为处理和河水渗到去的树仔，甲附近的樱花树嘛撤掉，其中有一丛就是志刚用8年的时间，真无简单才接机成功的日本樱花。很不舒服的哦，真的，我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一直在跟他们讲说，你有要弄到樱花，你必须要经过我们新竹市育樱会来咨询一下嘛，哦。结果他们都是我行我素啊。
专家讲，接起过烟花去互人直接对树头撤掉，就算会话未来想要搁生出日本烟花，根本无可能。这个关系到说当初嫁接的技术好不好？技术好不好？如果技术好，它就会愈合跟结合的很紧密。那如果不好的话，就容易这样断烧啊，或者有孔隙。但是如果从地面砍掉，那只剩下那个山樱花的头嘛，那再长出来就是山樱花。市府有坦白过实，表示未来会加强人员训练，袂搁再发生这款代志。未来会跟樱花协会来做个沟通。那看未来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们沟通更精进的作为，尽量减少这边环境的一个冲击。这张日本烟花要看，即马只存烟过相片，通看尔尔。正这张树仔的志刚表示，当初伊是对一个日本朋友遐接机来的，准讲想要搁接上去，恐惊无这么简单。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疾管署公布顶礼拜当下病毒就医的人数超过17000人次，是10冬来上济哦。其中北部有一个一回阿婴仔，毋但为着当下病毒，嘛亲像佮为着新冠肺炎嘛引起脑炎，目前人过断院。新冠疫情已经过高原期，不过顶礼拜增加246例并发症，有豆豆新冠的出现。当前个案当中有2个1岁查甫囡仔拢是感染新冠病毒并发脑炎，其中一个人个疑似同时感染同一病毒。疾管署表示，个案伫5月出现发烧、口腔溃疡等症状，诊所医师诊断是同一病毒，后来因为救紧送医，新冠快筛是阳性，研判可能同时感染同一病毒甲新冠病毒，佮并发脑炎送到好病房，好加在治疗了后有改善，目前依然住院治疗当中。感染新冠病毒跟肠病毒都有这个在小孩都有并发这个重症的风险，包括像这次的这个个案的脑炎。疾管署表示，国内同一病毒多是流行期，顶礼拜门诊诊有1.7万多人次，是最近10年来降期上悬。顶礼拜全台有256个小学幼儿园班级停课。目前检出同一病毒7亿型的新北市、桃园、高雄、屏东等6县市，北向电市区搁被疾管署点名是高风险地区。目前我们肠病毒的疫情呢是处于流行期。那根据疾管署实验室的一个监测，那今年肠病毒呢主要的一个流行型别呢是科沙奇 A 型。另外，幼儿上季疫苗做的 A 款疫苗检探外口，树林风挂甲外压有增加，总共17万剂的疫苗验收无通过。疾管署已经要求厂商换货，按算到会前恢复稳定用货，差不多12万的幼儿受影响。疾管署提醒，带囡仔去做 A 款疫苗进前，上好先问医疗院所强行进行，才袂被走一逝。记者综合报道。咱来去台北拍拼哦，什么好康的拢伫遐。高雄的青年局希望会当拍破这个迷思，所以5冬来哦办实习媒合计划，伫去年哦成功牵成上千个人。统计嘛显示讲有超过70%的学生哦毕业了后，佮继续留伫高雄食头路。特出念影的器材摕出差来做准备，往南去高雄念电影系的单位函，去年3月，大学4年的上尾一学期是透过青年局的大港青年实习平台的媒合，变做影像公司的实习生，毕业了后正式留任，因为看到高雄影像产业的前景，佮决定变作甲个人。台北的影像产业已经很饱和了，那我个人觉得高雄在这一块，它硬体越做越好，例如说高流啊、博尔那一块，其实硬体已经慢慢越做越好了。那缺的就是软体，那当然觉得说，我们这样也可以在高雄可以有发展的机会。含单位和电脑饼的，就是伊的前头家，现任的甲个人洪端宏。伊原本去北部发展，伫台北接案2年了后，决定登去高雄创业。虽然案量稳定，所以南部是真歹找人。影视行业求职人又在北部居多，所以其实平台上面来说很难找到。那我之前也有试过在脸书平台上面去。但是好像现在年轻人族群也不太容易在上面就不太关注脸书上的东西。2个人才短短1冬外做工课，就已经真大把。根据青年局的统计，去年计划媒合的人数第一摆破千，到1016个人。落尾留任的有751个人，占74%。实习生内面有306个是对外县市来的，落尾有76%拢总233个人。因计划决定到伫高雄就业。这些青年伙伴，让他们能够在高雄读书的时候就了解高雄的产业，进而有机会在高雄就业。我们也要防范北漂，高雄的青年失业率逐步的下降。
正能力分析服务和技术这产业徛的人上济，每合作相关的是学术教育和辅导，会当看出学生对各产业的好奇，透过实习提早入来到工课场，唔但会当让学生了解有兴趣的产业，还希望减少少年人做的无爱做中失业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台北市温州街52巷的附近哦，拢是日本时代台北帝国大厦所写。也毋过最近哦，因为附近被盗警，有可能被拆掉。台北市文化局昨嘛去现场会勘哦，看敢有文字的记载。有民众是认为讲，这是台北历史发展的见证，应该爱保存。也毋过，嘛有人认为讲，无啥保存的记载，拆掉嘛被拍算。温州街52巷附近的一个居民拢到位。因为这条巷仔有1930年台北帝国大厦起的官舍群，这搭官舍群即摆面临要保存，也是拆掉都市更新的选择。台北市文化局拜二针对温州街52巷的上述这边做文字记载的会勘，也那伫咧徛所这边，因为过去互人认定无文字记载，伫咧1号甲3号的部分已经伫旧年底的时阵互人拆掉，落尾5号甲7号的部分，因为文化团体提出新的事证，证明中间的艺术则永和甲陈其乐捌带过遮，所以这阵文化局要重新提起调查。这附近的地理关系来看，台湾大学还有师范大学，这个都是从日治时期一直延伸下来的地大跟台北高校。其实这些学校设在这里，就是台北城南发展的主要原因。支持保存的居民认为，这个官舍群在台北市发展历史当中有重要代表意义，应该保存。而且，佫是研究族群文化的人类学家陈其乐，佮推动台湾史研究做永和两个中间院艺术过去大的所在。不过，也有居民认为，这个官舍群唔但老旧，定有网通影响环境，而且建筑也无特色，无保存记载。如果这个东西有值得保存价值，比如说这个日式建筑，比如说它有17、8个特征点。都是不错，而且保持完整的。那当然，这个有保存价值的意义。可是这个你看到它全部只有那个脑袋、那个窝角，那窝角又是平民啊、百姓啊，通通都可以做的。反对保存官舍的居民认为，这个官舍群应该拆掉，伫都市更新了后，搁在伫新的空间按所在纪念较妥当。支持官舍群保存的居民认为，1号甲3号已经拆掉的土地，又有够都市更新，剩的官舍群应该保存，规划做文化园区。台北市文化局这摆的会勘，至少需要1礼拜的时间完成记录整理，做落来会看内容，搁再摆入文字会审查。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赖和是台湾新闻学之父哦，有真侪传世创作。伫2005年时，中华的党乐咧走唱队都用赖和的文学作品来改编做音乐哦。最近搁出第2张的专辑，要带大家用音乐来了解赖和的思想，甲伊的创作。路途遥远，三个步就会到。路过条路，他很是一路好，所爱的故乡，坚信的等我，脚步了了来走归家。到6日走唱队唱的这条台语歌《归家》，是对台湾文学作家赖和的作品改编来的。因伫2005年就把赖和的文学改编做音乐出专辑，了后团员分别在无共专业中拍拼，有的人出国进修。经过19年，总算各甲斗阵，要搁出第2张赖和音乐专辑《自由花》。20年后，咱开始制作第2张专辑的时阵，咱就搁较读伊的物件，读较深嘞，发现着讲，其实伊的作品足丰富的，所以即马就是阮想要甲赖和即个形象变做，毋是一个，毋单是一个高人尔，伊搁较是一个咱的朋友。负责起步的吴奕瑞表示，多数的团员因过拢捌参加过赖和文教基金会的活动，伫文书等方面拢受到真侪启发。但经过这侪年，过来读赖和的作品，因希望互大家看到更较亲近咱的赖和，有脆弱、有烦恼也有温柔的赖和。因的专辑名是安怎的号总自由花，甲团讲因毋望互大家了解，咱爱唱爱护这类花共款性质，自由的简单才讲会调。而且自由这2字的意象甲意志嘛是。伫阮所有专辑内面，真符合专辑要讲的一种精神啦，我破坏这种自由思想、这种平等公义的思想哦，咱就爱斗来扶持，莫让这堆花去风吹互倒，莫让这堆花去互日晒了互打去。
为着要出新专辑，有的人对台南，有的人对恒春，煞来到台北练团。团队表示，大家拢是为着心肝顶的浪漫，得拼一块专辑。目前专辑已经伫咧网络播出，也打算伫6月发行实体专辑。另外，今年也是大河文教基金会成立的30周年，因也希望透过这块专辑，让大家看到无共面向的大河。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即马外台戏是愈来愈少咯。团艺中心对2018年开始推动民间剧场的计划，鼓励剧团外台演出。今年3月对嘉义起鼓，5月要演到彰化甲桃园，计共有12场，提供予爱看戏的民众做参考。来自台北的一心戏剧团，佮有2023年摕到团艺金曲奖评审团奖的广兴阁掌中剧团，拢搬出大家出。5月17开始，连续3日伫彰化宝岛的电安宫演出，要互乡亲体验庙口看戏的文化。阮岛的特色就是阮爸爸会晓做编剧，伊写3000几集的剧本，阮的主角叫做大家必出王，这个嘛是咱台湾布袋戏第一个原创出来的角色。较少来咱彰化演出，但是即届阮带着满满的诚意，推出着阮大家的戏出《天下第一家》。这出来台时阵就非常轰动的大戏，要来到咱彰化演出。过去农业社会庙口看戏是民众的生活娱乐之一，随着时代变化，即阵要看外台戏的机会愈来愈少。国立团艺中心2018年开始推设民间剧场计划，邀请各剧团伫全国举办外台戏演出。去年开始和地方政府共同举办，要整合中央参地方的资源，互传统戏剧伫每一角市开枝散叶。创艺中心对于咱传统艺术的支持，当讲是对于接班人，然后对于迄个人才培育甲推广，其实非常的用心吼。所以阮即届用民间剧场开枝散叶的方式，甲咱的传统艺术带到来地方。咱过去咧摕医疗伫咱的庙埕馆顶的看戏，嘛希望咱的乡亲，咱过来回味过去即个感觉吼。团艺中心表示，民间剧场计划杀到紧，已经搬100外场的戏出，逐年拢有将近1万人来看戏。今年的民间剧场3月由嘉义拍头阵，5月开始会伫彰化、桃园陆续举办12场的演出，期待重现外台戏热烈的光景。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国际新闻再来看印度人口上侪都市面马，这几天透大风落大雨，伫市区有一块大型的空板互风扇倒，毋但造成厝崩起，嘛造成上无14个人死亡，70外人受伤。印度孟买东部加油站边的大型看板，伫当地时间13下晡熊熊倒去。这块广告看板长度70公尺，宽度50公尺，因为制作袂掉，当地大风暴雨，也有沙尘暴的侵袭，一直涌害。地歹下骹几落栋厝，有靠歹真侪台汽车车顶，造成几落10人掉伫看板下骹。大阵警消甲国家救援队去救援，因出动磕头机、切割机这工具，破坏看板的铁架，要甲掉伫内底民众拢救出来。Till now we have taken out almost 8 bodies, and now we have just located 4 bodies. As I told you earlier, 4 bodies are inside. We have located them, but we cannot remove them due to this petrol pump, and the situation can be hazardous. 孟买雨季大部分伫6月至9月，是印度开发生严重大水加落雨灾情的城市之一。不过5月13日大风加大水雨，造成真一丛路树连根飞起来，陆空交通拢受影响。除了火车系统大乱以外，孟买市的机场航班捌停飞，至少15台航班被迫改道。It's not a disaster. If this boarding would have been properly installed, if the foundation would have been that strong, so this casualty would have not happened. 这届倒去的广告看板是当地上大的看板，意外发生了后，当地官员去勘查，发现这个看板也未得到市政机构的许可证，是属于非法的建物，并下令要检查当地所有广告看板的结果。公司新闻新乐部编译。日本的新本新闻吴文玲编译。来看澳洲一个设计师伊用寄成本环保的方式起厝，伊讲这间厝寒人真热热，热人是真手亲，可以让风火甲抗霾菌咱做伙来了解。
Come on in。澳洲昆士兰小台设计师华尔德展示家己起的厝，外观亲像爱斯基摩人的圆顶煞厝，亲像好日头一照对阳气共款。在3年之前，华尔德发现蒸汽加压淡墨矿了后，就开始研究要安怎用这种建材来起厝。There are no straight lines pretty much anywhere in this build. 蒸汽加压淡墨矿是一种环保建材，除了暗木头以外，华尔德佫掺水加洗花精这类材料，产生淡墨矿砖啊，而且有防火加抗霉菌的效果，介绍也正俗。每一栋室厝差不多用6000地砖啊，这建材用好处热天真凉，冬天是真温暖。It maintains its temperature year round. 华尔德开13万澳币，差不多270万台票，去小年4栋室厝，原本只想用1年就完成，不过生活有寡变化，离婚且向2个10几岁囡仔，佮加上全职的工作，又长厝完成的时间。不过室厝的重新设计，也互澳洲的电视节目宏观设计留下深的印象。I'm impressed by her level of passion for demonstrating a kind of an innovation and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sustainability. 华尔德形容家己的个性真固执，而且永远袂认输。伊讲家己相信，若完成安尼室厝，做任何代志拢无啥物困难。公司新闻新竹背编译。再回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8度；华东地区上低17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同一时间咱再会。